今次5月10號，星期日記沙田日賽。今期推介呢兩位騎師俾大家參考下，分別就係封面圖記艾少禮同布文。艾少禮騎呢隻可算是多場之中既穩膽之選，而布文就希望佢繼續星期三既旺勢，可以有好表現交到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兩位騎師記馬先。先嚟第9場，第3班1200米草地。先同大家睇零簽，報紙對應第9場記零簽係第7簽秋來精雁向南歸。零簽故事，主角戰事中得勝回朝，歸家記好景，表示戰事干戈已平息了，所以艾少禮、姚本輝呢隻9號魅影戈飛可以話係最合適不過。配腳方面，零簽亦可以聯想到秋風南下嘅意境，故此可選3號風再起時。另一隻大家可考慮4號非凡達，此乃解釋為戰事完結，回到家記情景，取馬名當中達字，總結第9場第3班1200米草地。先選9號魅影戈飛做膽，配腳有3號風再起時同埋4號非凡達。接着睇第10場第2班1200米草地。報紙對應第10場記零簽係64奔電須知上古人。布文呢隻1號舉步生風，零簽寓意殿後將軍拜師回城，奔忙迅速，大家就可以直接解馬名，表示像風一樣快。配腳方面，零簽故事中奔電記騎士們必須知道古人記傳統，入門時不能誇耀自己記馬匹，取當中馬字，故解作9號愛馬善。在拜師學習時，要甘願在老師後面，表示謙虛。此乃聯想到古人拜師學藝，練習武術，故呢隻會解讀為5號笑傲江湖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一下尾場第2班1200米草地。先選布文葉楚航1號一檔記舉步生風，配腳有5號笑傲江湖同埋9號愛馬善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